我哋下一位參賽者，有請吳奇峰。好，我哋10歲嘅選手吳奇峰啊！好，我哋第3位新星組嘅選手，亦都麻煩你第4、第5位李俊樂同埋江燕妮麻煩到台側邊準備啊！視表 ready， 音樂 ready， 評估 ready， 選手 ready， 嗱，觀眾亦都俾多啲掌聲同歡呼啦！2026周表大賽香港區冠軍賽新星組決賽，吳奇峰。